南国宿舍赞，请看左边。用一个叶，用一个小朋友喜欢的叶。从我的身。然后那个圈圈，那个圈圈，你先去拿你的东西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在上面那边。要不要再站一下？看这边稍微定格一下，让我们大家一点场景，好不好？艺术家两个看现场对不对？然后看上。啊，不，安利的。对，也是你们做的就对了。对，环境的案子留下来。那现在有一些阿兵哥的那个战车，还有在那边，它主要那边就是之前我们艺术季。好，那我在现场好，下后面这边好。为1920年时代这个的建筑吼，会使讲是一份足水的，而且足有历史的。当时才是咱这个原副在高官吼，伫的这个宿舍区啊，因为年代比较久远，所以呢，过去疏于我们这个整理哈。那我们呢，过去要感谢咱南国国小的老师，伫咱7号、8号，伊咧伫遮透过遮做教学、做展览，互咱的这个小朋友会使利用这个空间啊，学习到一寡伫咱课堂上看无的物件，甚至呢，因就去做这个都市的这个试调啊，互咱的小朋友更加认识咱这个土地，听通这个土地。咱呢，即马佫甲咱的这个2号、3号哦，那透过公益换租的这个模式哦，啊，遴选出2个团队，一个是南郭公园，一个是白色方块2个工作室哦，因入来到遮啊，透过因的创意，甲遮当做因的这个工作坊，当做伊的创意的源头，那甲伊当做遮是书屋。未来伫遮会提供更较侪一寡艺文的，甚至地方文史相关的一些课程哦，要来互咱的在地这个乡亲哦，透过遮会无共款的气氛，我相信大家当遮一定会学到足侪物件，因当遮学习到足侪物件，咱共同来这个看好咱这个土地，咱未来呢每年的后半年，搁伫咱的这个龙岗的核心派出所后面的宿舍，还是一样会再开放出启动的这个房子出来，让我们年轻人当做他们的创意基地。我们把年轻的创意、年轻人的这个无限的想象跟我们的这个历史建筑物来做结合，我相信一定能够擦出更不一样的一个火花。在这边还是要谢谢我们议员哦，他们呢在议会上在这块对这块土地给我们县政府的一个这个指导哦，我们继续一起努力，让这块土地更好更美。